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发布着新闻稿，讲基金会执行长肖玉银2月底已经离职，佮特别强调讲，伊个人的言论甲行为，拢袂当代表马英九甲基金会立场。民进党的立委认为，马英九就是无爱甲郑丽文做共路人，国民党的党中央是赶紧来疏远，讲双方并无切割的问题。 前总统马英九总统办公室人事大变动，张雄雄发布新闻稿，白纸黑字写执行长肖玉银已经伫咧今年2月底完成离职，交接手续。未来言论和行为拢袂当代表本会和马前总统的立场。另外，新闻稿嘛强调，接任人选戴夏玲人品端正、操守清廉。 为2013年，肖玉银伫马英九担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时，就开始一路相随。这边的人事变动，肖玉银嘛讲，因为担任副主席党务真无用，原本就要免兼基金会全力协助党主席郑丽文推动党务，嘛强调永远感谢马前总统的栽培。可能马办这个用意是要让台湾以外的其他人。 避免他们不了解现在肖先生的真实身份，来表达肖副主席跟马办没有任何关联。毕竟时间点为党主席郑丽文去年当选了后，时任执行长的肖玉银就获邀请担任副主席。随着去年11月副执行长就新任执行长，不过肖玉银才伫咧2月底完成离职交接手续，雄雄伫咧3月集了着半人接任。民进党立委搁较点名马英九无要甲郑丽文共挂。 这段时间其实郑丽文主席跟马英九也有互相拜访，他们两个在过往的言论中也没有互相攻击对方，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所谓切割这种问题发生。党中央赶紧讲好话，马英九和郑丽文两个人的关系，搁一摆引发讨论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